来看咱台湾的选手，即届伫巴黎奥运摕到2个金牌、5个铜牌的好成绩。文化总会要伫即个拜五举行选手大游行，邀请选手去总统府参加 party。国防部三军机队嘛会以结盟来迎接选手。目前拍算有选手、教练，也有医疗团队，因拢是英雄，拢会做伙参加即场大游行。 巴黎奥运结束，台湾代表团有2金5铜好表现。中华文化总会宣布16要办台湾英雄荣耀同行大游行，邀请选手到总统府参加。国防部三军机队会赴象征荣耀结盟迎接奥运英雄。国防部示范各队也赴30首精彩曲目。目前选手教练有67个会到场。罗总统要开先例，邀请选手带亲友到总统府参加。另外，奥运期间提供选手也有亲支援的中继。 奥运站，医护团队有53人也参加盛会。由总统呢来举行将近2个小时的英雄派对，来做欢迎合影，甚至呢相关的一些交流。除了李阳人在日本跟女朋友在度假之外没有办法回来，他的爸爸还特别要代表他来参加，李俊毅先生特别要来参加。那其他的包括王麒麟、林玉婷李梦远、吴诗怡、唐家宏、陈念琴都会到。 party 会后是大游行，全长1.5公里，现场发现场的手摇旗，车队会为府前广场的中庆南路出发，往襄阳路过到关前路的东头去，而且影响过沿路夜抓花，终点伫中孝西路结束。 国军派出宪兵快反连担任游行监督，也安排选手骑伫轻中型的战术轮车展现英雄小英雄。罗总统选前承诺成立体育部，即马大家拢关心是不是会在明年顺利成立咧？已经在行政院组织里面的相关的细节作为都还在作为当中，我想会很快就会有大家。 这个期待的成绩。罗总统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听运动专题报告了后指出，台湾目标是推动全民运动，加做运动大国，自然也加做奖牌大国。行政最近就公布安怎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，记者综合报道。